您是否曾经怀疑过，为什么尽管有些疗法具有明显的科学潜力，但那些最简单、最自然的疗法却经常被忽视？全球每年有超过800万人被诊断出罹患癌症，这相当于每天约有49人确诊。然而，那些在实验室条件下经过研究并证实能对抗癌细胞的天然替代方案，却鲜少被讨论。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制药产业的命脉在于利润，而非预防。即使像植物或茶叶这样基本的东西可能蕴含疗效，但如果能在自家花园种植，它们能产生的收益就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我告诉您，科学已经证实某些草本茶能够引发细胞凋亡 apoptosis， 也就是癌细胞的自然死亡，同时却不会伤害健康的细胞，您会怎么想？当身价数10亿的大型企业继续推广伴随助长串副作用的化学疗法时，如果保护健康的秘密其实就藏在您厨房的橱柜里呢？哪些茶饮已经被研究证实具有预防癌症的潜力？哪一种茶虽然鲜为人知，却拥有让癌细胞自我毁灭的能力？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将探讨15种经科学支持、具有抗癌特性的草本茶。最强效的一种我们留到了最后，请务必陪伴我们看到结束，我保证您会对所发现资讯感到惊讶。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欢迎加入我们关注健康的行列。在我们一起探索这些神奇茶饮的世界之前，别忘了订阅并按赞，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任何资讯。如果您正在观看，我想知道您是否认同我们的理念。如果这段内容引起您的共鸣，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我们很高兴能参与您迈向更健康生活的旅程。这一切就从这里开始。哦，对了，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我们很乐意听到您的声音。好的，让我们开始吧。第15名，刺果番荔枝叶茶。Source Belief 传统医学长期以来一直使用刺果番荔枝，又称红毛榴莲或 Graviola 来治疗疾病。然而，现代研究最近开始仔细检视其抗癌能力，特别是隐藏在其叶子中的力量。番荔枝内酯 Acetogenin 是一类天然存在的化学物质，正是这些成分在发挥神奇作用。由于其强大的细胞毒性作用，这些物质可以直接锁定并杀死癌细胞，同时大致上不影响健康细胞。发表在《天然产物》期刊 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上的一项2024年体外研究揭示了一项惊人的发现：从刺果番荔枝叶中萃取的番荔枝内酯能促使黑色素瘤 melanoma 细胞进行细胞凋亡及程式性细胞死亡。这意味着这些物质可以有效地命令癌细胞自我毁灭，而不是让它们继续增生。除了黑色素瘤，先前的研究也在实验室环境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刺果番荔枝叶萃取物被证实对乳癌、胰脏癌、大肠癌和摄护腺癌细胞具有抑制作用。尽管仍需要更多涉及人体的临床试验，但这些初步发现难以被忽视。制作刺果番荔枝叶茶只需将2到3片前造的叶子放入热水中浸泡10到15分钟。虽然带点苦味，但许多人觉得它的口感舒缓且带有泥土的芬芳。每天1杯可以成为您健康养生方案中简单的有机补充，支持身体的自然防御机制，而非将其视为唯一的治疗手段。在使用任何新的草本疗法之前，特别是如果您正在接受治疗，请务必先咨询您的主治医师。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大自然能提供的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第一，
14名红茶 （Black Tea）。在您的厨房里，红茶可能是最被低估的健康盟友。虽然许多人将喝红茶视为一种舒适的仪式或提神的方式，但研究显示它拥有许多其他益处，特别是在预防癌症方面。关键在于茶黄素 （Theaflavin）， 这是一类强效的抗氧化剂，特别是茶黄素3-酶石子酸酯。这些多酚已被证明能直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特别是在大肠癌、摄护腺癌甚至乳癌的恶性肿瘤中。除了对抗自由基外，研究人员还发现，每天饮用红茶能显著减少患有大肠癌小鼠体内的肿瘤生长。根据一项发表在国际癌症预防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上具受福利的2024年研究指出，类黄酮诱导了细胞凋亡并破坏了癌细胞的周期，这是异常或受损细胞自我清除的过程，从而避免了更大肿瘤的发展。红茶的魅力还在于它的普及性，您不需要寻找稀有的草药或去专卖店，只需从食品柜里拿出一个茶包即可。为了获得抗癌特性的益处，建议每天饮用2到4杯。为了获得最高浓度的抗氧化剂，请将茶浸泡3到5分钟。它原味就很好喝，或者可以加一点牛奶，但请尽量避免摄取过多糖分，因为这可能会抵消其益处。虽然它不是万灵丹，但红茶是一种简单、可靠且价格合理的策略，能够促进长期健康。把它当作您每日预防疾病的剂量，一次1杯。第13名辣木茶 Moringa Tea， 被称为奇迹之树的辣木 Moringa Olive 长期以来一直是传统医学的支柱，而最近的研究正在证实许多文化长久以来的猜测。这种植物不仅是营养宝库，还具有惊人的抗癌特性，特别是叶子中富含胡皮素 （Quercetin） 和绿原酸 （Chlorogenic acid） 这2种强效抗氧化剂能对抗氧化压力、DNA 损伤和细胞突变，这些都是导致癌症发展的初期因素。辣木中还含有山奈酚 （Camphorol）。这是一种因其抗发炎和抗肿瘤特性而备受重视的类黄酮。一项发表在 BMC 补充医学与疗法 BMC Complementary Medicine and Therapies 期刊上的2023年研究调查了辣木籽油对人类癌细胞株，包括大肠、直肠癌和乳癌的细胞毒性和抗增殖作用，结果相当显著。研究人员发现，辣木萃取物引发了细胞凋亡、细胞自我毁灭的自然过程，并大幅减少了癌细胞的扩散。这表明，作为营养饮食的一部分，经常摄取辣木的生化物质可能提供保护作用。这不仅仅是实验室的术语。制作辣木茶只需将1到2汤匙的前皂辣木叶在热水中浸泡5到10分钟。由于其口感温润，带有泥土气息，直接饮用或加点柠檬都很容易入口。对大多数人来说，每天1到2杯被认为是安全的。虽然不应将其替代任何处方药物，但将辣木茶加入您的健康养生中，利用这些绿叶中的奇迹，可能是一种增强身体防御力的自然而有效的方法。第12名乌龙茶 Oolong Tea。 乌龙茶位于红茶和绿茶发酵光谱的中间，兼具2者的优点，在预防癌症方面，这绝非夸大其词。这种传统中国茶饮中发现的强效化学物质，而茶素catechin、多酚 polyphenols 和茶黄素已知能对抗氧化压力，这是 DNO 损伤慢性发炎以及
最终导致癌症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乌龙茶对抗自由基，那些会伤害细胞并加速老化和疾病的不稳定化学物质的能力使其特别引人注目。研究人员发现，经常饮用乌龙茶能显著降低高风险患者血液中的氧化指标，特别是那些有卵巢癌和肺癌家族病史的人。在一项发表于营养肿瘤学期刊《Journal of Nutritional Oncology》的2024年研究中，同样指出乌龙茶饮用者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抗氧化活性，这可能意味着对肿瘤发展和突变有更好的细胞防御能力。除了可能的抗癌作用外，乌龙茶对消化和新陈代谢也有正面影响。它可以支持健康的体重管理，降低肠道发炎，并帮助控制血糖水平。所有这些都是降低长期癌症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制作乌龙茶时，将1茶匙3叶放入沸水中浸泡3到5分钟。为了获得最佳效益，建议每天饮用2到3杯，最好在餐与餐之间饮用，以帮助吸收和消化。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可能需要减少浸泡时间，或在白天较早的时候饮用。凭借其强大的健康益处和细致的风味，乌龙茶不仅仅是一种好喝的饮料。透过这个微小而强大的日常习惯，您可以从内而外强化您的健康。第11名，百里香茶 Thyme Tea。百里香常被认为仅是一种烹饪香草而被忽视，但它的潜力远超大多数人的想象，特别是在增强免疫力和在细胞层面对抗疾病方面。当百里香被冲泡成茶时，会释放其主要的活性成分百里香酚 Tomol， 它具有抗菌、抗发炎和抗肿瘤的特性。然而，百里香酚能够直接锁定癌细胞的能力，才是其最吸引人之处。在2023年发表于《生物医学与药物疗法》（Biomedicine and Pharmacotherapy）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百里香酚抑制了多种癌细胞株，包括肺癌和乳癌细胞的生长，并引发了细胞凋亡及受损或变异细胞的自我灭。根据该研究，百里香酚干扰了癌细胞的线粒体功能，阻止其生长，同时对健康细胞没有影响。由于这种选择性的活性，使其成为未来整合性癌症治疗终极具前景的物质。此外，百里香茶能减少与癌症恶化密切相关的慢性发炎，其增强免疫的特性也能帮助身体在异常细胞造成问题之前识别并清除它们。富含抗氧化剂的百里香茶不仅仅是一种舒适的热饮，它是持续医疗辅助的积极选择。将1到2汤匙前造的百里香叶浸泡在沸水中5到10分钟，即可制作百里香茶。过滤后，每天饮用1到2杯。它带有泥土气息和淡淡薄荷味的口感，非常适合搭配柠檬或蜂蜜。百里香茶是一个强大的草本盟友，虽然不能取代医疗护理，但它能透过每一口的饮用潜移默化地保护您的免疫系统。第11名，洛神花茶 Hibiscus Tea。洛神花茶色泽艳丽，风味浓郁，它提供的不仅仅是清凉的饮品，其强大的抗氧化冲击可能有助于身体抵御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洛神花茶富含多酚，特别是花青素 anthocyanins 和类黄酮，已被研究证实具有对抗自由基、减轻氧化压力以及抑制恶性细胞生长的潜力。其中一项较令人鼓舞的结果来自2024年发表在科学报告 Scientific Reports 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检视了洛神葵 Hibiscus maniho 花萃取物对人类肺癌细胞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该萃取物可以通过触发自噬作用，
autophagy 一种身体清除受损或异常细胞的自然排毒过程，以及细胞凋亡或细胞死亡来阻止癌细胞的生长和迁移。这种双重机制使洛神花成为癌症研究中独特的植物候选者，特别是在肿瘤生长的早期阶段。除了肺癌，其他的体外研究也检验了洛神花对白血病和微癌细胞的影响，显示出更广泛的潜在益处。除了对细胞的影响外，洛神花的抗氧化剂还有助于控制血压和减少发炎，这两者都已知会间接增加罹癌风险。在家制作时，将1到2茶匙前造的洛神花瓣浸泡在热水中5到10分钟，无论冷热饮用皆宜，享受其像蔓越莓般的酸甜风味。但为了保持其药用价值，请不要添加糖。试助每天喝1到2杯。每一杯红宝石般的洛神花茶都带来愉悦和细胞支持，使其成为关注癌症的生活方式中美味的天然补充品，尽管它并非治愈良方。名洋甘菊茶 Chamomile Tea。现在让我们谈谈洋甘菊茶，这是市面上最令人放松的茶饮之一。虽然洋甘菊经常因其放松特性、减轻焦虑或促进睡眠的能力而受到赞扬，但它也含有一种强效物质，称为芹菜素 （RP）。芹菜素 RP 给您在癌症研究领域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天然类黄酮芹菜素已被证实具有抗发炎、抗氧化，最重要的是抗癌作用。芹菜素之所以如此惊人，在于它有能力引发受损或异常细胞自发性的计划性死亡、细胞凋亡，而不会危及健康组织。换句话说，它激励身体在问题细胞变得有害之前将其清除。在分析了18项临床和临床前试验的数据后，2023年发表在《整合癌症疗法》（Integrative Cancer Therapies） 的一篇系统性回顾得出结论：洋甘菊具有保护作用，特别是对正在接受治疗的癌症患者。根据该回顾，它可以帮助管理氧化压力、减轻发炎，甚至缓解治疗相关的副作用，包括恶心和黏膜炎 （mucosity）。虽然洋甘菊茶不能取代传统医学，但它的微小帮助可以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当与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结合时。它也是市面上最安全的草本茶之一。不过，由于可能的交互作用，任何正在服用药物，特别是抗凝血剂的人都应咨询医疗保健提供者。为了获得最大益处，将1到2汤匙前造的洋甘菊浸泡在沸水中5到10分钟。一般来说，每天1到2杯被认为是安全且有益的。洋甘菊茶像一位温柔的战士，以其温和的花香和镇静特质，从内而外安抚您的身体，并默默保护您的细胞。一般名姜茶 （Ginger Tea）。姜茶不仅仅是一种辛辣的热饮，它是经科学支持、具有抗癌能力的强效天然疗法。关键在于新鲜生姜中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姜纳素 （Gingerol）。姜纳素以其抗发炎、抗氧化和抗癌特性而闻名，特别是其抑制癌细胞生长和转移的能力，尤其是与卵巢癌和大肠直肠癌相关的恶性肿瘤。研究人员在2024年发表于《BMT 补充医学与疗法》的一项研究中，检视了姜萃取物对卵巢癌细胞的影响，重点在于锁定和改变涉及转移的特定生化路径。他们发现姜显著降低了癌细胞的侵袭活性。该研究的结论强调了姜作为传统疗法之外的辅助疗法的潜力，可能有助于阻止卵巢癌的进程。然而，好处不止于此。对于正在接受严格治疗的人来说，姜是一个有用的盟友，因为它也被公认能减轻化疗引起的恶心。
它具有完善的止吐 （anti-emetic） 作用，即使是小剂量也能产生明显的缓解，且没有处方止吐药的副作用。在家制作姜茶，只需切3到5片薄的新鲜姜片，放入沸水中浸泡10分钟。为了调味，您可以加入柠檬或一点蜂蜜，但为了保持其全部益处，请保持天然。享受每天1到2杯，最好在餐与餐之间饮用。姜茶是您可以加入日常生活中最具疗愈性的茶饮之一，一杯接一杯，有机地增强身体的防御力。然而，由于其作为抗发炎和抗癌剂的双重角色，它并非治愈方法。它姓名：蒲公英根茶 （Dandelion Root Tea）。尽管常被当作普通杂草清除，但蒲公英蕴含丰富的治疗益处，特别是在癌症预防和排毒领域。特别是蒲公英根，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促进肝脏健康，促进消化和净化血液。然而，近年来科学界对其引发特定癌细胞类型凋亡或程式性细胞死亡的能力给予了极大关注。2024年发表在功能性食品期刊 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蒲公英根萃取物对大肠直肠癌细胞的影响。研究发现，该萃取物在保留健康细胞的同时，抑制了细胞活力，减少了肿瘤细胞的增殖，并活化了导致癌细胞凋亡的讯号路径。这使得蒲公英根作为某些癌症，如黑色素瘤、白血病和大肠直肠癌的潜在天然辅助疗法特别令人感兴趣。这些癌症在实验室试验中都显示出对其生物活性成分的敏感性。高含量的蒲公英固醇 （taraxasterol）、菊糖、银绿林和木犀草素 （rutulin） 等具有抗发炎、抗氧化和免疫刺激特性的化合物，赋予了蒲公英根药用优势。除了对抗氧化压力外，它们还有助于身体的自然排毒过程，特别是涉及肝脏和肾脏的过程，这对于分解和排出有害化合物至关重要。想用这种茶，只需将1到2茶匙前灶烘焙过的蒲公英根在沸水中浸泡约10分钟。一如既往，如果您正在控制任何现有疾病或接受治疗，在开始每天饮用超过1杯之前，请咨询您的医疗专业人员。蒲公英根察觉非花园里的讨厌鬼，事实上，它可能是大自然最被低估的抗癌盟友之一。第6名水飞蓟茶 Myrtille Tea， 又称乳蓟。传统医学长期以来一直赞誉水飞蓟为强效的肝脏补品，但现代研究正揭示更惊人的优势，特别是在癌症预防领域。水飞蓟素 Simarin 是一组具有显著抗发炎、抗致癌和抗氧化特性的黄酮木瑞香素复合物，是赋予其药用潜力的活性成分。水飞蓟素之所以如此特别，在于它有能力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协助肝脏的排毒过程，甚至阻癌细胞的形成。根据一项发表在整合肿瘤学期刊 Journal of Integrative Oncology 的2025年最新研究，在摄护腺癌、乳癌和皮肤癌的实验室模型中，水飞蓟素阻止了癌细胞的增生。研究发现，它影响了多个涉及肿瘤生长的分子标，把如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停滞，使其成为癌症预防和辅助治疗的可行天然分子。水飞蓟支持肝脏的特性很重要，因为健康的肝脏对于荷尔蒙调节、药物代谢和致癌物质的排毒至关重要，这些都是避免和控制癌症风险的关键过程。此外，水飞蓟素似乎能提高体内抗氧化酶的水平，这有助于降低慢性发炎，这是经常与癌症恶化相关的情况。制作水飞蓟茶时，应将1茶匙压碎的水飞蓟种子在沸水中
浸泡10到15分钟，最好每天饮用一次。建议在餐与餐之间饮用，它具有温和、略带坚果的风味。在规律使用水飞剂之前，建议咨询医疗保健提供者，因为它可能会与多种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简而言之，水飞剂茶的益处超越了肝脏健康，它也可能作为对抗多种癌症的天然防御，从内而外安静但有效地捍卫您的健康，来入名甘草根茶 Licorice Root Tea。 甘草根茶不仅仅是一种舒缓的草本饮料，因其天然的甜味和悠久的治疗使用历史，它是一种生物多功能剂，默默支持身体的细胞完整性、荷尔蒙平衡。甘草根富含类黄酮和甘草素，可能具有保护优势，特别是对抗荷尔蒙敏感型恶性肿瘤，包括摄护腺癌和乳癌。甘草酸 Glyceric acid 是一种具有抗发炎、抗氧化和免疫调节特性的物质，位于其药用潜力的核心。2023年发表在《植物疗法研究》Phytotherapy Research 期刊的一篇系统性回顾，检视了甘草甜素 Glyceric 对细胞健康的广泛影响。它强调了该物质如何调节荷尔蒙功能，降低氧化压力，并阻断荷尔蒙相关癌症中的肿瘤促进路径。该回顾还引用数据显示，甘草可能有助于调节雄性激素和雌激素受体，这对于这些恶性肿瘤的启动和扩散至关重要。然而，甘草的优点不仅止于预防癌症，它也是整体健康方案的全面补充，因为历史上它被用来舒缓消化道、支持肾上腺，甚至对抗病毒感染。但也因为其极高的效力，必须保持警惕。过量或长期饮用甘草根可能会导致电解质失衡和高血压。制作茶饮时，应将1茶匙前造的甘草根在热水中浸泡5到7分钟。由于其天然的甜味，不需要加糖，大多数成年人每天可以安全饮用1杯。若使用的当甘草根茶，就像大自然温柔的荷尔蒙低语者，平衡保护并滋养您的身体。灵芝在传统中一中受尊，崇超过2000年，被称为不老仙草。现代研究也承认其在增强免疫力和预防癌症方面的卓越能力。与其他菇类相比，灵芝含有高浓度的甲脯聚糖、贝 taricans 和三萜类化合物 terpenoids。这些物质已被证明能增强免疫力、控制发炎，甚至帮助身体定位并清除癌细胞。其高浓度的甲脯聚糖，一种已知能增强自然杀手细胞 NK活性的复杂多糖体。该细胞负责识别和消除肿瘤细胞，是其作为抗癌斗士生育的主要因素。根据一项2023年发表于药用食品期刊 Journal of Medicine Food 的研究，该研究检视了灵芝萃取物在小鼠身上的影响。结果显示，它不仅减少了肺部肿瘤的生长，还降低了肺部毒性，表明其作为癌症治疗辅助药物具有巨大潜力。研究人员将降低促进肿瘤生长的发炎反应和调节免疫反应归功于三萜类化合物和甲脯聚糖。除了对抗癌症，灵芝还能增强身体的免疫系统，预防感染，减少慢性疲劳，并控制压力荷尔蒙。这些对于治疗或预防严重疾病都至关重要。制作灵芝茶需将1.5到2公克的前造灵芝切片，在水中炖煮至少半小时。
这种较长的煮沸时间是释放其健康成分的秘密。为了增强吸收，每天饮用1杯，最好空腹饮用。尽管带有泥土气息和微苦的风味，灵芝茶是一位真正的免疫指挥官，透过每一次强效的冲泡，默默启动您体内的防御机制。第三，名盐水子茶 （Coriander Seed Tea）。虽然盐水子、香菜籽常被认为仅是一种烹饪香料，但它们提供的远不止于味觉享受。它们具有强大的治疗特性，特别是在净化身体和保护 DNA 免受伤害方面。盐虽在阿育吠陀和传统医学中已被使用了几个世纪，现在科学界也承认其抑制癌症发展和增强身体自然排毒过程的潜力。盐虽最显著的特性之一是其解毒重金属的能力。盐虽中含有一种称为芳樟醇梨那鞣或阿尔法利诺类的化合物，已被证明能与铅和汞等有害金属结合，并协助身体正常排出这些物质。已知这些金属会提高多种癌症的风险，伤害细胞 DNA， 并促进氧化压力。2023年发表在《药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的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检视了盐酸根萃取物对为癌细胞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盐酸除了抑制肿瘤细胞增生外，还减少了肿瘤细胞的迁移，这是预防转移的关键步骤。研究人员将这些益处归功于该植物强大的抗氧化特质及其控制发炎反应的能力，而发炎反应通常会促进肿瘤生长。制作盐水子茶时，应将1茶匙盐水子轻压碎，以帮助释放油脂，然后在热水中浸泡约10分钟。为了达到最佳排毒效果，每天饮用1-2次，最好空腹饮用。盐水子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草本浸泡液，它具有温和、芬芳且略带柠檬的风味，能保护身体免受细胞伤害，使排毒过程中温和而强大的盟友。1次1杯。2. 名石榴皮茶 Pomegranate Tea。大多数人将石榴与其甜美多汁的红色种子联想在一起，但常被丢弃的果皮其实含有该水果最强的一些抗癌特性。石榴皮富含鞣花酸 （Allergy Acid）、桉石榴苷 （Punica Ligand） 和其他强效多酚，正成为天然癌症预防领域的强力候选者。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已被研究证实具有阻止癌细胞生长、防止其扩散并引发细胞凋亡、受损或异常细胞的自然死亡的潜力。一项发表于《分子 Molecular》期刊的2023年值得注意的研究检视了石榴皮萃取物对子宫颈癌细胞的特性，结果令人震惊。除了降低细胞存活率外，该萃取物还阻止了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这是阻止肿瘤扩散的2个必要过程。研究人员将此归因于果皮中高含量的抗发炎和抗氧化化合物鞣花酸，特别以其预防 DNA 氧化损伤和阻碍癌细胞生长的能力而闻名。桉石榴苷已被证实能控制发炎并改变导致肿瘤形成的讯号路径。在家制作石榴皮茶，可将果皮彻底清洗、前皂并研磨成细粉，然后浸泡5到10分钟。将1茶匙这种粉末浸泡在1杯热水中。为了保持其最大优势，每天饮用1杯，最好不加糖。常被忽视的石榴皮茶是一个隐藏的能量库，在细胞层面上默默提供强大的保护，将厨房废料转化为长期健康的日常习惯。第一名抹茶 Matcha Tea。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来到了抹茶，这是最强效的植物性能量来源之一。抹茶是由精细研磨的完整绿
茶叶制成。因此，与一般浸泡叶子后丢弃的绿茶不同，您可以品尝到其营养丰富的每一点精华。EACP 表酶失子儿茶素酶失子酸酯是癌症研究中研究最多且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而抹茶中的温度要高得多。EACP 被证实能抑制癌细胞生长，降低发炎，甚至预防肿瘤生长所必需的心血管生成。科学家在2023年发表于国际癌症细胞 Cancer International 的一项研究中发现，抹茶萃取物透过改变乳癌细胞的新陈代谢，并抑制其生长能力，降低了乳癌细胞的存活率。这些结果不仅对乳癌令人鼓舞，对其他恶性肿瘤也是如此，因为 ACC 在皮肤癌、肝癌和摄护腺癌中也显示出显著的治疗潜力。除了抗癌作用，抹茶还有代谢和认知方面的优势。它富含伊日茶氨酸 L-theanine， 能促进平静的警觉状态，并含有多酚和叶绿素，有助于自然排毒，因此对身心来说都是极佳的日常仪式。制作抹茶时，将1到2公克优质抹茶粉过筛，用热水，不要沸腾，搅拌至混合物滑顺且略带泡沫，最好每天饮用1次，理想时间是在早晨或午后，以滋养细胞并提供持久的活力。抹茶是拥有悠久历史和科学支持的名副其实的绿色自然力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发现了15种强效的草本茶，它们不仅美味，在真实科学的帮助下，甚至可能帮助您的身体对抗癌症。我们现在想听听您的想法，您最想先尝试哪种茶？或者您目前正在饮用哪一种？请在留言区留下您的回复，我们会阅读每一则留言。如果您喜欢这段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通知，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健康深度探讨。好，感谢您的支持以及对我们频道的关注。这里还有2段专为您挑选的影片，让我们继续学习吧。